朝前按早分享大家准时到早晨9點半，同明路頭前叫下來收看客家新新聞的直播。我係葉麗玲。曹邊呢本蛋下晝2點，指揮中心出來開記者會嘅下，就宣布講曹本日本蛋係國內無新增加確診病例。不過呢，就到大家差唔多10月10報過後，都個等解一下8點嘅時間，媽媽鳳又出來開臨時嘅記者會。嗰種呢8點幾場記者會，指揮中心係針對一個屯木柑吹蛋糕嘅盤殺柑，一片要改變，車尾島一個確診，嗰種一個新呢，等一下呢，人就會對一個時態報紙蛋糕來看，也清醒嘅消息。韓國呢清醒嘅消息也係早晨差唔多同5點半嘅下，一個其他確定冇問題嘅一擺屯木柑吹嘅其他嘅。柑嘅367個阿邊糕，佢哋已經寄出各地嘅，嗰種佢哋儲定遊覽車就轉去木卡當中嘅，嗰種呢也係喺清醒嘅方面，就可能到早晨差唔多從5點半開始，一片阿邊糕就溜溜溜溜儲定遊覽車對邊陽出來嘅。韓國其實一擺嘅無窮樣嘅一種改變呢，佢哋就從對無窮樣嘅蔬菜集中檢疫所開始。做一擺嘅繼續來採檢，韓國呢籌備差唔多到8點嘅時間，指揮中心就出來講盤殺柑係新增加4個確診案例。嗰種呢，等家下就會對一個時態報紙蛋糕，頭版頭條基本嘅差唔多3個報紙呢，就係關心嘅一個籌備新嘅4個確診嘅案例。嗰種日日轉到一個清醒文嘅方面當中，今邊呢提前來看到嘅係中國時報。針對呀盤殺柑蛋糕又標出新嘅確診案例，呀嗰種呢現時一個屯木柑吹全市感染就總共加起來有35個例嘅，全台灣累積起來總共確診案例係436個。嗰種我大家籌備張講，連假期間又知道講國內一下嘅疫情又下跌咧，唔過停電頭一個暗晡8點嘅時間，媽媽風又轉過來嘅，增加4個確診案例。進一步來看到中國時報內文，佢就講兩位頭也30日當中，一條屯木柑吹嘅阿邊糕呢，佢就到海上漂流嘅隔離30日，都冇同其他嘅族群來接觸。韓國轉到台灣過後，又喺到一個集中嘅檢疫所，又過加14日，嗰種30日加上14日，總共就有44日咧。兩位頭先前的採檢嘅時間，全冇發現亞細嘅阿邊糕有一種確診嘅例呢。一個指揮中心籌備就表示講，就係因為一條阿邊糕嘅一條可能係體內嘅病毒量當大，故做頭一開始的檢測嘅時間，將會冇發現嘅一條有確診。唔過就頭籌備嘅基礎期滿呢，差唔多愛轉去過後。聽到媽媽風又公布講幾條呢，對無症頭轉做係有症頭，雖然講病毒量都當大，唔過清年還係採檢到位。好，細過來條位，盤殺柑蛋糕嘅346個官兵，根本嘅會再個對幾條來採檢，因為呢係講根本真實採檢冇問題，都係陰性過後，就會同樣346個官兵做嚟本幾條轉去無卡。韓國細過來條位。我肥柑還有抗天柑，也係屯木柑吹其他嘅植吹，總共有367個人。佢一條早晨9點半就像人家下看到嘅一個坐遊覽車，一條阿邊糕呢就做嚟轉去木卡嘅，就做嚟正式寄出各地。好，也係中國時報針對籌備指揮中心來對亞細嘅確診來公布出來一個詳細嘅內容，來繼續來做討論。那我見本人嘅聯合報呢個頭版頭條，咪係關心嘅係窮樣嘅主題，咪係盤殺原柑蛋糕嘅一件事情。嗰種一篇就講到本蛋早晨差唔多下晝2點嘅時間，公布講又係反映講嘅嘉陵冇確診案例，唔過停電暗晡8點嘅時間，一個結果又數漲太碼。一關心嘅重點呢係差唔多係窮樣嘅，唔過進一步來看。先前就係討論用為討一個屯木柑吹蛋糕，一個建議都有去對幾條嘅阿邊糕，發現講幾條有作手有後連頭尾拖，有對幾條去作為一個調查。唔過前年一個國防部公布出來嘅，就同一個建議講嘅有冇窮用。
古所呢讲是就讲到哦，因为船监当局嘅检测能量係唔係唔拉，韓國呢管一個建議，佢條呢係唔係冇辦法去確認講係一個武漢肺炎制度嘅動作嘅乜嘅徵頭。古所接下來，指揮中心就表示講，權監當局就會來設一個核酸嘅檢測機制，接下來會來按簡單嘅設備。好，繼續來看咯，用先前冇辦法講驗出病毒呢，指揮官陳時中基礎判斷咯。有可能講是病毒當大，故所掌握驗唔出來。佢咪表示亞集案例當值得進一步繼續來探討。韓國為了愛防亞嘅將斷木甘脆全期事件再個發生，陳時中籌備咪宣布，接下來會投權監控來設簡單嘅 PCR， 也就係核酸檢測機制。另外會投無實驗室咧，卡配國嘅素材偏向嘅素材，嚟到你會同亞種簡單嘅檢測設備來了解安好勢來。建議佢嘅人咪講，接下來簡單檢測差唔多2點鐘就做得完成，做好勢嘅，做故所就做得當日來滿足乾脆防嘅需求。好，也係聯合報當局頭版頭條，針對亞條內容來作為詳細嘅討論。進一步同一個聯合報延開來，嚟看到其中嘅天一版。佢天一版呢，當局就講哦，係唔係一擺嘅阿兵哥全市感染嘅事件咪凸顯出，因為頭清明隔離就要結束以前，將會來檢測到呢？係唔係先前要當到無症狀嘅人就本案呢？就本家條不用轉起嘅，本家條轉屋卡，故所係唔係正義講要做唔到嘅素材，更怕就係會要防疫防唔到嘅素材。故所一篇就講哦，要當到無症狀嘅感染者，係唔係就按呢先前本家條轉起嘅，更怕接下來呢，佢一社會當中就會當到一種可能係一開始無症狀嘅人，從一條斷木甘脆盤殺甘當局嘅阿兵哥中央，其實有可能延伸力度係有一種病毒嘅。好，一篇就講到嘅。也是一個人係唔係清明一擺嘅感染者呢？由政府醫院嘅感染科主任李明珍佢講，指揮中心一直都忙公布官兵抗體嘅檢測結果，故所大家咪冇辦法啲，也條官兵係乜嘅時節係哪時測到嘅，因為係講驗出來嘅係 IgG， 也就係免疫球卵泡，也就表示講感染到已經有4禮拜較解。不過係講檢測出來嘅係另外一種叫做 IgM， 也就係免疫球卵泡 M， 也表示當有可能頭2禮拜以前就受到感染。係講有2種呢，有可能也嘅感染嘅時間係2到4禮拜，也當中也高長色彩當複雜，故所接下來咪值得進一步來討論。另外一個係因為關於一下21年都冇本土嘅案例，防疫當道嘅做法規範，接下來會天天呢來表用。比如講總之呢，前幾禮拜觀眾就做得落去都非常地度來看比賽嘅，也係當到接下來防疫嘅規範會獨嘅來開放。接下來透過新聞影片來看到，一下各縣市咪針對一條防疫規範來作為當到嘅討論。比如講公共場所含個圖書館，接下來會表用。比如講新北市影片，嚟看詳細報道。拿出個驗證片，等於內統也切實下資本資料，就做人一個為了防疫安排，新北市對3年25夜關閉公園封閉式場館，唔過考慮已經確定嘅決定獨到開放，包含博物館、藝文中心，還有圖書館、閱覽室同自修空間在內。小朋友原本的很多活動都是在圖書館，那我們當然希望說有假日的時候可以帶他們來，對，那就等政府的政策怎麼樣，我們就配合。很開心，看書或借書。唔過想落到圖書館，民眾登記名嘅，你講過係家屬萬數百列嘅，都要保持安全距離，還鼓勵用儲群箱、閱覽室同自修室全面用梅花草。那個講言堂同細型嘅演習空間持續關閉，關於工作人員做帶最嚴嘅下帶父母家。實名制人流的管控，更重要位置裡面全部確保社交距離，戴口罩，量體溫，從2000個座位降到900個座位，這些場館在確保安全為底下做調整。
本集团基金下件只是名字最后面同燃料管制，新竹市苗头除夕重启私立体育馆、竹港国民运动中心也有几件运动场馆。与你演讲，我看疫情情形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大大开放，那公司系讲好这个评估。依照中央疫情管理中心的建议，勘察地方的综合状况，长照中心家人探视上面逐步放宽的措施，盘实践相关的追踪啊，还有相关的在开放场馆的态度上面，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来看。运动赛事的部分，那艺文活动，那甚至像在这个登山的山庄等等，那对餐饮业的部分也是。那中职联盟他们初步已经送进来的计划，大概初期会开放给观众入场的部分，大概在250人左右。对新北市政府大大开放做法表示尊重，因为希望政府有做好空间管制同通线规划一条做得大大开放，未来要看疫情发展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内现时嘅疫情天天呢由下控制下来，由下跌跌。故所家下面看到嘅，总之接下来会针对亚嘅人数嘅方面，同指挥中心继续来讨论。还个呢，咪爱同总之各区继续来参详看哪，爱针对人数，还个入场嘅方式看爱样嘅，针对防疫唔好一下嘅落来按动人。比如讲呢，大型嘅法通指挥中心系对亚来公布讲，大型嘅法通超过503人系唔好来举办。还个呢，也看野球嘅比赛嘅当然，现场嘅观众朋友，还个工作人员，还个也限数呢加起来，天才会超过503人。唔过等等，因为亚嘅防疫独独嘅爱开放嘅数量，有可能会先针对亚250位观众先开放俾家庭入场。但我其他嘅公共场所，前面是会针对图书馆也条先来开放。嗰種現時也下國內嘅疫情，國內21年都冇本土案例出現嘅，當到規範呢係個措施愛來並用嘅，係個下一步係各界見來討論，係講紓困要貸款，係個接下來愛針對經濟來做振興，經濟部咪來推出嚟亞種酷碰券。不過民間咪針對亞種要用哪種方式來做呢？比如講，可愛用酷碰券，也係在家，也係直接發現金，也包嘅各界消費態中都有對亞來討論。自由時報當個就講到喎，酷碰券經濟部來推出來嘅，先前就係本大家金馬，因為大家認為講酷碰券發酷碰券呢，唔當直接發現金本大家，直接拿去買東西，直接消費就用得咧。唔過接下來，因為酷碰券呢係亞嘅經濟部表示講唔會直接發現金，故所接下來會針對酷碰券來做改版。因為鴉片呢差唔多消費你買東西1000元，就享受為到500元一般的優惠。只要佢哋了解新的方案係頭13年前買東西差唔多買了1000元，你買1000元卡價，將做嚟同亞種新型的酷碰券拿出來做嚟打折。還個會用乜嘅方式來發本各界呢？會將專業嘅強用用實名制嘅模式發本消費大眾，還個呢會用實際來體驗券，還個呢實際嘅小亞種酷碰券，還個電子支付強用兩種方式強下來做，還個針對弱勢嘅民眾會直接俾佢哋1500嘅額度，故所佢哋呢就有1500元嘅酷碰券有可用。現時差唔多貴嘢來講，酷碰券係要進行消費嘅預算金額係134億元。故作接下來，針對亞種天然集團紓困過後，愛來進行經濟部會用亞嘅酷碰券大改版嘅方式繼續來進行。亞在近幾年呢，亞嘅自由時報報道嘅部分。還有前面嘅呢係亞嘅蘋果日報佢嘅頭版頭條呢係針對亞種草本嘢，亞嘅有名嘅醫生佢哋冇卡車報銷嚟做討論。不過亞呢同疫情愛延到第8度，咪請鄉親朋友呢有關疫情呢進行動態，做嚟聽聽客家清新聞。早晨9點半，會帶鄉親朋友透過看時態報紙嘅頭版向下來關心。嘅另外就係下晝2點，指揮中心愛出來開記者會，客家清新聞。每位總統頭前同大家來做清醒嘅報道，天公也在飛。客家清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賢祖，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愛開記者會，
随时同样路风来关心疫情的亲情发展。请收听客家电视 YouTube、网站、Facebook、和 Telegram，随时掌握客家亲情文。